各位好，過往啲市區重建咧，政府好多時都透過呢個私人市場嘅力量咧去推展嘅。咁所以咧，多年前咧呢個545呢個強拍條例推咗咗之後咧，陸續咧好多發展商咧都透過呢個條例咧去將一啲舊樓收購推倒重建。咁但係咧，隨住呢個時代嘅推展咧，市區上入邊咧好多嘅有重建潛質嘅舊樓，譬如啲4層高啊、6層高嘅舊樓咧，相繼咧就俾發展商收購而重建，剩翻好多嘅舊樓咧，可能佢地積比咧都已經用盡晒，變咗咧發展商喺收購呢啲舊樓重建嘅時候咧，就變咗無利可圖。咁有見及此咧，為咗想推動呢一個舊樓重建咧，政府咧就喺日前咧推出咗呢個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咁呢個先導計劃咧就為期5年，喺7個指定嘅區域入邊咧，如果地盤咧係夠700平方米，樓齡超過50年嘅話咧，發展商或者業主咧可以透過向城規會申請咧，額外將呢個住宅嘅地積比率咧提升20%。咁你希望咧透過呢個先導計劃咧，令到一啲原先可能嗰個重建潛質已經用盡嘅舊樓地盤咧，可以令到佢咧有額外嘅空間去發展，咁從而咧吸引咧發展商再去收購。咁所以咧，如果一啲舊樓業主想了解究竟自己住緊嘅舊樓係咪受惠於呢個先導計劃，或者想了解多一啲究竟自己嘅舊樓有冇一個重建潛質嘅話咧，係歡迎咧打電話嚟俾我哋中原測量師行我哋查詢嘅。